佩晨李总，你还得做李总几久哎？我刚做，新科李总。昨天呐，之前是我先生，他为什么突然不做了呢？因为老公老了啊，我比较年轻。确定这一段他会可以听哦？播没关系，可以播，一定要播。一定要播。春娘黑马干。梅江松鼠鱼，鼠鱼豆蛋系松鼠也系鱼，系的啊，水妞。什么？专案的，为什么要先给他？先定型，定型，哦，先定型。我们化妆师有定型液啊。姐姐，你站那么远是怕刀子吗？不是的，还是怕佩晨？我怕被整。哦，这个才是真土跟哈嘎蜜期末。亚当的真土用素滚稳周围，有几好吃的题目？你看海龙师傅立刻吃光光了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我係民族。中白票。今日呢來到平鎮，平鎮呢係一個客家嘅大鎮哦。既然有客家人採素材，就有米色。哦，沒有默契。竹菜勾煙嚟啦，因為竹菜勾煙就為咗每次啦，對啦個人家下講錯嘅嚇。對因為上日希望你肯記得來嚟兩位嘅李總，錯。基本嘅李總就來咧。平鎮有冇按到李總啊？本來每個李都會每個哦都有啦，對啦哦，只是都來呀。但是共同點都是超漂亮哎。都會講什麼誒？嘿，好，而且呢，今日四個潛水站清一色都會這樣麼沒哦。有，都是他們包場的。對，所以先來歡迎到我們這一集唯二男生當中其中一位，要分享到給阿志亮 Kitty Dragon 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資料。兩個好。哎，嗱，嗰啲分享到係兩位嗬，會衝獎嘅劉謝玲劉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謝玲。哎，吉利用啥親感，像姐弟一樣啊。他們就姐弟啊，對啊你們要不要姐演？弟？我係做又咩？強客家玉玲瓏，哦，對耶，他卡玉玲瓏哎，客家玉玲瓏。好，來分享到鳳珠嘅潛水站咯，來自平鎮嘅兩支鼓手阿曼記、蘇菲記，歡迎。來，歡迎。好，大家都看下攬出嚟一片係來自偏轉才嘅表姊妹，呢啲係黎培軒、紀梅花。歡迎，老媽。該不會這位就是將的李總？你好，底上的水平都對啊，大家是看顏值來選的吧？沒有，50多歲沒有顏值了。有哦。來，先問一下，淑慧姐、老阿曼姐哈，來自平鎮嘛，對不對？是。平鎮兩道邊有嗎推薦好高好食好料的嗎？碉堡工人啊，哈，原來開始的時間，迄個大概大概軍事用地雜草叢生的會所，現在變成一個東江的工人休閒。真勁哦！哎，看起來也是一個還有碉堡，還有那個大炮哦，戰車，哦，真勁呢，真的非常的美，真正的。歡迎大家可以來。好，不過我們等下用心哦，咱水裡一片我推薦家係偏遠的景點。過嶺之渠步道，那有很多的統伐、引伐，時間不同，開的花都不同。那有空呢，希望大家一起來，我們過嶺之渠步道散步。哇，所以你看，另一片就有炮彈的那個碉堡公園，另一片就葡萄。哦，過嶺之渠休憩步道。冇錯。好，你睇下推薦，唔講呢，手機嘅歌後，馬上來進行體育嘅比賽。色色變好菜，兩嘴用剪刀塞頭部嘅方式，輪定學變上地度嘅食材，撒定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做出無窮樣嘅變化。先來兩嘴會抖出乜嘅好明星呢？一家之主向下來吃好菜咯。來到平鎮，到底變上地度有乜嘅寶貝嘅好食材呢？係啊，像開始做呢一下嗬，唔是靠bằng個年好嘅來賓呢。哦，只有考到主持人。真的。哦，你看下好嘞乜嘅咯？西那個你係阿婆嘅乜嘅？鐵蛋，好。你係兩個最好嘅香鬆，它包含有鮪魚罐頭，有跳鋼拍，還有公椰、爆竹筍、菜頭飯，飯瓜飯瓜。
那培根有一种剑的呀。哦，这个超爱，痛定符文。AI 就是传的，我已经感觉到。朱的，我好像也可以挑战哦。哎呀，好，厉害呢！都要正式的猜拳之前，你要先有经好小组讨论。姐姐刚刚食谱有我妈给你嘛？意大利的空心面，培根，还有玉米笋、青江菜。 南瓜都可以。就特别喜欢哪种食材吗？干香拿培根，然后小黄瓜，要做早餐。对，就是还有又讲了，就是那个鲔鱼罐头，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青江菜。好，那培根一定要先拿。不过最主要的第一棒猜拳要先给他猜赢来啦，好不好？鲔鱼罐头不是也可以炒空心面？也可以。好，来集气一下，来。 加油！如果有其中一个被抢走，你用干啥？就拿萝卜糕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早餐路线，好不好？好，全部来，1、2、3，加油！好。两队都已经有想法了，不过呢，最主要是第一关的猜拳，而且来猜赢了。来，风吹、蓝吹，我先派出马萨。好，我先派出立种。好，来，箭斗上跳步。 你会扑头吗？会扑头哦。培根好不好？不好啦，要动单处理哦，你要摸气哦。你要确定呢。这两个吗？扣听哦。扣听哦。来。好，两好绕墙立种，抢出来。佩晨叫佩晨的都很美哈，上一个是侯佩晨嘛？没有。对。好，慢慢。拿。公演。确定。 谢谢，再见。确定，谢谢李总。好，第一位，请出列。剪刀手布的时候布再出哦。好，剪刀上跳步。阿曼今天该跟我讲嘛该？来。广东话我也会讲。南瓜跟玉米笋，等下我们小讨论一下，现在都是黄色的，确定？这不黄色，可以拿一个，还是拿小黄瓜？好，可以。小黄瓜，好 ，OK。可以。姐姐，没关系。哦，有信心。来插火吧，铁蛋。好，很厉害。好了，没关系，睇起来有想法，临时改变都是创意的表现。现在我们看到红队哦。 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好来，蓝队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好了，两队都已经准备好势耶，马上来进行体育馆的挑战。来，我跟你说，阿曼姐刚才的人格表现，大家有看到啊哈？很满呐，很满。 戏剧效果很，嘿啦，不充电的，我念不出来的。阿兰姐，你台湾不是客家话，听不懂客家话？听不懂。那你是客家媳妇对不对？客家媳妇不是哦。那你现在的做法，你要怎么样做嘞？南瓜籽来切，然后还要切丁啦，放落去煎啦。啊，你培根切到安久哦。系啊，我就捞面向下炒啦。不说等下你有做通心面，嘿吗？嘿。哦，培根假是就煎过，煎到叉到几香呢？对啊，我给你们通心面唔可以全沙。那我先帮你们加点盐巴。沙的须就会加热哦。加个 Q 度的看法。我加几多的嘞？前面就用你会加就沙拉椒，切丁。会加掉沙拉椒吗？注意下当然加。来，两位姐姐真的，她现在很担心一件事情啊，时间不够用。我也猜啦。来，淑慧姐激动厉害哦，基本上激动要做饭的，嘿吗？那平常时会煮那种意式啊、西式料理吗？比较少因为我们客家人比较少用这个。但是客家人是饭挂好豆呢。饭瓜啊、卡豆啊。对啊。做那个南瓜包啦。饭瓜包你做包阿曼姐，你是不是平常都是家里的料理都你在做的？对。你感觉很杀手哈。如果我们过去的话，你们会不会比较外向、放开来？你说等下我们过去他们这边就会 party 这样子。会哦，好，那起款家。还要古典哦，应该要再等他长大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一段时间，听听。没那么快，慢点了。不用动他。
好，哇，阿姐，你好好贤惠哦。然後先攞觀眾朋友講一下，伊龍沙唔係下鋼煙，唔過會彈，會糖，很厲害耶。因為是不是都客家漳州李總的管天？應該是嗎講聲我就知偏啦。久了，那佩晨李總，你按你做李總幾久誒？我刚做，新科里長。昨天呐，是去年度刚新官呐，新官呐。之前是我先生，哦，哪一家都20年了，啦。哇，哎，俺老公，他為什麼突然不做了呢？因为老公老了啊，我比较年轻，你確定這一段他會可以聽哦？播没关系，我可以播，可哎，以播，一定要播。一定要播，一定要哦。哦，啊，這位姐姐，你把幾種買呢？聽說你的來頭也很厲害哦。没有，太教了，啊，伊龍沙讀咩客應煙該還好，同埋個耳未會彈哦。俺老公是客家人，客家新客家新區區啦 Q。我刚结婚的时候，其实我都听不懂，我婆婆说东我都做西。伊很爱老街吹，拿去吹土冰呢，拿去都退，啊，氣死闹了。很多笑话。嗯，对对，可是后来他只要打电话来，都是我可以直接跟他沟通的。係啊，因為應該佢講嘅吸煙強啊，对，講到都得，对他都得哦，講嘞。嗯，对对，很標都得啦。準。嗯，很標準。啊，伊半年咧，本来俺是太原好像都是很太原厲害的，在機場旁邊哦。没有在许厝港那边，哦，对你們家開長榮的不是嗎？没有。我兒子在長隆上班，內勤啊做內勤做辦公室。也可以，很年輕哦。因為坐辦公室也內勤、沒地勤，懂貨哎呦你走得千萬坐辦公室句。幾多歲？幾多歲？上西人嘞，走對了，哎，左燈哦，左燈，又左燈，上西人嘞。上西人左燈。哎，來呀，哎，在哎，來呀，我看哦，先換雪玲再煮了啦。沒有，不要再搞音樂沒那款的啊，哦2萬。這個果然是像摸電斗呢。啊，又啦，又。啦，改下啦，我改下啦，放較菜啲咧，前比較上誒，條較上條嘅將來哦倒高湯落來啊，孜然高湯，啦。哦，等一下我們要做湯哦。但是是蘿蔔高湯，哇，超好喝哎。那鐵蛋你用幹啥？啊鐵蛋咧做得變落去了，哦，cái thịt lợn等下會做埋。中下不用他通他煮。那機會白開嗎？唔係咩？要香嗎？唔佢挑板烘做埋嘅摸香菜咯。對啊，而且兩個手裡面，你就沒香菜。你手上寫什麼秘密？又吹就過了呀等一下，臉上有秘密不。是啦，我今天早上的行有程啊，看屋取消，你要買房子啊？你要買哪裡？你又在買房子啊？人家因為跟高湯你婆婆有買過的暗號哦。我們等下再回來講房子。高湯走過來，他們咪吃哦。好啦，你冷靜了啦，沒關係的謝。玲姐，用到蔥嗎？一點點，一點點，這個可以了嗎？差不多了不。行，昨天拗幾家款啊？加一點油。哎呦，馬上切的飯掛安好款。姐姐，阿曼姐，你切的南瓜好漂亮哦。會？嗎？哦。吹涼係嘛該？梅漿松鼠魚，松鼠魚到底係松鼠也係魚？係烏嘅啊。是喵是喵。對啊，為什麼要先給它？先定型。定型，哦，先定型。我們化妝師有定型液啊。阿曼姐，你切的南瓜好漂亮哦。會？嗎？哦，你要又見狗又香。那這個壓給闖我要用哎。這個等一下那會爆。拌麵啊，沒有啦，佢要煮麵啦，等下佢要點點的蓋上去，用蓋飯用的啦。學弟，你們有默契。我的心思都被那個看完了，穿了。我跟你講哦，要給你都隔壁做鞋哦。沒有，第一次按夾哦，你聽飯講。第一個按夾做事情講哦。有進煮啦，進串啦。嗯。他現在已經在清理碗盤了，繼續聊天。阿曼姐準備下班了。阿曼姐，算很好。還沒比完呢。他動作很快呀。妹妹都擺比賽呢，阿曼姐。啊，阿曼姐，你的工作是什麼？什麼工作？在家裡工作啊？貴婦。但是你什麼工作才會桃園市政府關心您啊？我應該款你上服這個粉紅色的衣服。這個是我們參加那個愛的一起參加千人舞誒。容易了。又怨的嗎？它脹起來的。哦，
其实莫庭院呐，等一下像原因给大家好因为好煮啊。它还要焖一下吧。它给个饭瓜炒炒东西好，从它洗里。而且西式店都会问你喜欢吃韩昂还是韩院对，所以这边的配料等一下是要做凉面的嘛？没有，小心哦。很像凉面的。这个不要煎了哈要洗。一下吧。哎，你们在这里煎吧。可能唔啦差个哦。哦，你要做面哦。加要盖饭的。中央。那个锅子很香，要那个哦。饭瓜水炒。谢谢。哇，差不多差不多也跟油味就会落去。油味挺小吗？没呀。培根要不要放进去？还没。我这里。哦，你爱就炒的啦。这个油係清好嘅。蒜油就是煸過蒜體會油啊。煸過蒜體會油。誒，係咩油味就煸過培根嘅，所以凍就會出過啦。凍姜啊。係啊，凍姜啊。它有它的一个味道在的。差不多咯，也等下會出锅辣椒。這一道菜是志龍的料理哦。沒。我想要先幫你炒好嗎？來枸杞看一下啦。枸杞看一下。會炒呐。姐姐。哇！啊，用是炒嘞，这样就对了。这样哦，冻我哟。哦，这个你就老福只放几罐的落去就好了。对啊，雪玲姐，对不对？啊，鸦片跟皮桶，它的基底黑马给有调什么？铁蛋的基底，这个好。孜然高汤。好。贡丸上那你为什么逛绕那个鸦片为分开？在等它那边，鸦片它叫熟它颜色会它讲。哦，那你们辣椒呢？没有辣椒，没有用，做湯冇得用得到。我唔敢食辣，冇不用辣椒。唔拉鹹咗周個標。半罐落地落去。全部放。等一下韭菜先上，你们自己要试试看味道了。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。一定 OK。走对了。好，都对了哈，好。温鸦片。好漂亮哦！把它 before 吗？哎，很厉害耶！好吃吗？好吃哦，太赞了。颜色也很漂亮。颜色很漂亮，这叫花园呢。要不要加胡椒粒？空心面有加胡椒的吗？哎，那个。加了吗？还没。哎，其实我冻小雪造诶控杏粉呢。真的？通杏粉好像是湿的。湿的、干的都有另收了。要提一点味道，而且这个就确保雪玲姐会喜欢。我想问一下哦，从俩控杏粉哦，都在其他调油吗？做对了，做对了。要不要有一点酱香？还有冰的呀？你有冰的吧？你有从锅源放吗？有在。有。好，哎，不要炒太久，通心粉会开始软。做对了，做对了。好，可以的。关了。好，等一下会重盘的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倒数了哈。好。跟从马上的都说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有吃困难体馆南部凯米西卡站到呢。好，两水呢对啊，本上地图献出来嘅食材，做出两出菜，想吃困难风水料理哦。哦，非常有 Q 弹诶。米头同熊，而且也懂后怪声音呢。厉害的地方就是说，加给蛋糕还有包围一层牙给培根，可以啊。有满意吗？阿曼姐有没有给满分？如何？生的瓜用咸落去之后，不但讲什么好看，它的脆口度没么强壮，口感度有层次感。两位阿姐，你觉得懂好吃，懂好一边在玩自己做的呢？下一个要先给它加持，迫不及待哦。哦，莫是用沙沙乐食看。记得好，你莫讲哦，唔啲记得係用水挑出來嘅，佢認為用埋配湯。因為姐姐吃牛排，吃，好吃哦。萝卜糕有增加它的饱足感。好，梅花阿姐，你覺得呢？用辣點啊！這樣子太辣。我唔敢食辣啦。你胡椒粉的辣的。我就驚食辣。我認為我國英起到啦，我覺得是嘟河嘅辣土。韓國嘅貴家湯哦，沒挑到嘟河，還最重要那個鐵蛋也選得真好。鐵須心腸都出來了。好。哦，不過到底師傅牛燜上咧，日日都看哦。今朝了到底師傅牛熱天呢？啊，志龍師傅搶半分數。哎呦，風吹日本。好，兩下搶看謝玲阿姐搶半分數。三吹日本。第一關平手，志龍師傅搶公平。我判風水係意味講，
因为这样才较有一些些的创意力。两片米丝、香米全部有超多，全部米丝拢弄好，所以我现在风吹一片有创意的风料。谢谢。子荣师傅讲的唔会差，两嘴动有创意。我老实话讲，我肯定认为我学校客家面试，夫教客家面试真正当好，冇病向优，嘅香味当出来。我认为我站为本南嘴，两嘴足足咧当好，唔怕。那你欧诺很厉害，我们阿满姐姐在放空，因为我要帮她翻成国语一下。她说你煮的很棒，虽然她没给你分数。强调了一下，就是后面这一句。1-1平手啦，第一关1比1啦，哈！你睇下，先休息下，你可以下，阿谢林师傅，今日要帶來乜嘅澎湃料理，我嚟搶睇自家咧。師傅出台菜，謝林師傅出湯嘅吼，一天會有台菜，菜名係乜嘅？梅漿松鼠魚，薯魚到底係松鼠也係魚？係黃嘅啊，咱咧切像松鼠魚樣安尼扣扣醬安尼。哦，啊，今年嘅係哪種？係鱸魚嘅冇骨頭嘅。哦，食材係我用水果膠，用水果膠，你做喺上色咧。啊個用倆薑嘛，一啲啲嘅薑嘛做唔是多，倆摸嘢切加滷嘅，哦，係倆飯豬粉，哦，然後呢簡單，雪菜凍簡單，唔過做起來呢，凍輕鬆，來，好來，好，大家看得到我切松鼠魚，先切安尼嘅，冇切斷哦，做唔得切斷哦，做糖醋的，對，做糖醋的，倆睇下側面絲，下葱一絲絲咧，調下再來。哦，你啊睇下葱一絲絲咧，所以大擺做松鼠嘅時節，點解唔要係下噴？下噴一絲絲咧。你只時節掹滷過嘛？嗬。掹嗰種誒，切羅當咧滷一啲咧鹽酒。哦，滷人。鹽一絲咧鹽酒要鹹香。哦。嚇酒，轉簡單。冇可能冇胡椒粉呢？冇，你糖醋嘅又有可能胡椒粉啲咩？你安尼。鹽lau酒田。做一啲啲咧鹽酒我哋混粉咧，我哋做唔得調色。啊，我攞去出sau來哦。小可研一下。大家有做過這種魚肉嗎？沒有。你係試過呢？你係賣多咧？試過。哦，我有做過。你有做過嗎？是簡單吧？哈。去活魚山吃的。活魚的地方有。對。哦，每一個縫都要給。係，你搭縫咗要幾多哦？哇，這個好像我家裡清窗戶的呢。是嗎？來，這個這樣子，等一下油溫滾了就可以放下去了。油溫為電機差唔多幾多度咯？下個圖又冇做咁多咯，等下就唔好看你先。來賓有問題冇？哎呀，這油溫要多少下？160到180。160度大概是我們人講嘅差唔多5分熱左右誒。5分，其實用款的啊，油開始往裡面。啊，是你啊，這應該片做嘿。我切丁，切細丁，我唔會切暗太，我切下油得嘅。就要配色田啊。係，我配加色。一間看5倍哦，當到係糖醋魚啊，冇加蒜條店都係加用麻呢。係，去腥啊，去加腥味。所以鯛魚片也可以嗎？鯛魚片沒做得，其實乜嘅魚煮做得安尼切啦，反正魚氣煮好食啦。龍膽石斑也可以。熏龍魚也可以。大家啲水果膠係嘛？嗎？有機店長有買誒。水果膠。到啊，那可以生吃啊。對，要做上色。要煮水果膠，啲當做什麼？彩椒。跟彩椒就都不同哦，不一樣。它這是可以也可以上色的，可以上。細就識得咧。細就識得。來，我呢係松鼠魚嗬，我按嚟冰落去，要先夾起來，兩片按嚟，幾張會炸到醬。哦，聲音哦。為什麼要先給它定型？哦，先定型。我們化妝師有定型液啊。創用誒。還用粗人講法讀出來。所以要先幫佢定型液，後佢鋪個就會用打開片。打開來片。哦。油溫咧唔拉翻，你冰喺佢都黏膜嘅，就沉下去嘅。哦。從頭都太薄去炸都好嘅。好。肉身會甜鮮啊。長大都變果類啊。錯。而且蠻酷的，鵝嘅水分按到吼，它不會這種邊邊邊邊的。有粉嘅。哦。我爆粉。好，第二片沒有了炒薑料誒哦。係咪老薑嘛？
油唔是安豆哦。冇按到油，等下按到油食起了，佮有油，俩有油，嘿，姜嘛别味一啲啲有香气，你要磨几多年呢？俩磨嘅2年，姜的香气出来了。俩姜嘛嘅香气出来，俩磨嘅汁爱做倒落去嘅。我唔是先煎过哦。唔是，有问题。店做的车酱生嘛，对不对？做的。那我们来吃。大家要不要试试看看？好，谢谢你们还回来，对呀。很有良心呢。因为我等一下我们会直接拿整罐的。不行呢，不行呢。啊，姐姐你站那么远是怕刀子吗？不是的，还是怕佩晨？我怕被整。哦。我唔是先煎过哦。唔是，有问题。店做的车酱生嘛，对不对？做的。那我们来吃。大家要不要试试看看？哎，对啊，就偷吃的。一人问一个问题就可以试吃。要不要？来，好这个糖多一点。很笨咯，意思有湯啦，有湯啦。好啦，先試而家，咁試半睇加群。等下最 M 會遞轉咯哟。好食咯。姐姐好吃哦，整件哈，整个姜丝的。哦，很香哦。你们要勾油呀？嘿。唔啦，你按你少油就做得了。彩椒要跑一下。哇，冻酱。快动啊！按姜哦。今日聊只主題按到台灣哦。哎，有香啊。又香哦。雪玲姐應該還冇起梅哦。有啊，有小火吃一下面啊。好吃哦，那個梅子。吃。好些。还是有人下一关用这个当秘密武器？我哋汁係冇去勾芡，我加些湯就要安尼鹹酸甜的面線。他赶紧要较少是羹汤啊，对，較少。甜酱那样的。你紧抢台灣哦。那个中央山脉啦。哦，還有甜椒哦。彩椒淋上去就凍醬咧。好漂亮哦。好美哦。按姜。啊。千歸趕卷。来，梅醬湯米醋，按钮去后塞喽。好，第二个，鹹酸甜泡米醋嗎？係啊，鹹酸甜泡米醋，梅醬嘅泡米醋，睇住架，叫我嚟品嘗看下咯。因為個醬吼跳過以後，爆翻個肉哦，肉哦，就變到凍醬咩。而且佢咁樣泡哦，本身肉呢變咗鹹開有口感嘅。好食咯，就姜，很多種地方。係啊，酥哦。哎，酥哈，好吃。大家他學到哦。我們里長一直在笑我，覺得我太浮誇。没有，是真的很好吃，都好吃。梅醬凍很濃，凍牛啊，凍牛係，即係嚟凍香凍好食。但搭皮啊，因為本身在一起嘅都有一絲絲嘅，像你講海味啊，搭皮啊酸甜，非常甘味，所以我做一樣菜做得當好。而且人家講啊，你做下就做我們的養業啦，像剛剛師傅不用下去，剛剛有沒有？是整個捲起來，用不用下去，油溫也是要夠，這樣做有辦法做出按醬嘅型的哦。啊，唔過頭前呢，一畢業，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米絲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米絲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士咯！最杯米館，因為頭前一畢業嘅關係，鼓手最杯米館，大家會拿最嘅最厲害嘅武器壓箱寶來看啊！風吹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？香蔥椒，乜你做嘅？哎，你做嘅啊？香蔥椒一條乜嘅？哎呦香！係啊。來，係香。嗆葱就係用葱而甜甜呀，還有其他嘅東西啊。就蟲嘅。蟲誒，佢邊煮油係嘛？是。哦，一個凍針掉膠面呀乜嘅？愛皮嗎？不懂好誒。煮茄子超偷偷給他嘗。哎呦，茄子。哦，煮吊菜也同咁味哦。
好，谢谢你们还回来，对啊，很有良心呢。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直接拿整罐的。不行哎，来，你刚刚讲啊哈，姐姐苏慧姐讲，你跟那搭个吊吹的东港米，东港米。可是我看过去，今天没有带吊吹。会做嘛该？吹两黑嘛该嘞？跳跳米奇梦，跳跳米奇梦，感觉是新的卡通哎。对啊，跟跳舞没有关系之类的，对。啊，你会发给你就米奇梦，找黑两个评审的 B 好吗？哦，抓住他们的未来。好，最本米一馆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哦！好。好，你看一下攬出嚟一片呢種錘，帶到一塊秘密武器係嘛計咯？鹹豬肉，哇，客家人最喜歡啊！我記得嘅鹹豬肉啊，看起來滷嘅凍絲凍澎湃。可能有整10種哎，反正辛香料有的基本上都會放進去。對，12香，再加上我們的心。哦，來聽聽看蔡明大聲講出來。檸檬、海陸雙拼，你談起來有2種凍絲咯。對，好，談起來記到嘅料理哦，非常嘅令人好奇。最重要一家問題就係大聲的哦，雙連里嘛，對不對？對。把雙連里的聲音拿出來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那邊也有哈。我們有幫忙加油。有，也是雙連里嘛。對。人家雙連里啊。对啊。我都給人李總啊。哦，用李總會把楊李米排泄吧。要尊重一下李總哦。他聽不懂。聽得懂。聽得懂。好了，以下大家都準備好勢，馬上嚟倒算。3、2、1，唱開始。哦，做得開始了哦。講李總楊嘅話吼，咩好呢？因為叫我唱貴嘅李啊，不想驗上前，結果我唱3班啊。哎呦，那3班。李明嘎是又讓吼咩嘿，就是他家的而已。也是雙連里之光，之光而已。那一樣都做得啦，反正兄弟嘅嘛。來。吃香菇。對，米奇夢現在買呀。豬肉。阿滿姐，我發現你來刀工非常的好哎。是嗎？錦不膩他就是負責當一個默默付出的。這個小幫剛才那個手，松鼠魚就給你切的。嘿呀，我回去再練習。再練習。哎，你沒切過松鼠魚嗎，阿滿姐？沒有。沒有。你刀工很厲害呢。對呀。亂切的啦。亂切的。所以錦不膩會炒米絲麼？用炒的。哦，先從邊縫從頭哦。哦，壓個一層一層，不要一定都好吃。可是你們不是已經有青蔥的那個嗎？這兩個不要。我再增加它一點那個啊。新鮮的香味。李總喊你出來玩，你就帶着米苔目出來玩哦。是啊，他說：“哎，你們要不要參加一個活動啊？報名啊，很快哦。”原來黑暗牛用我給他騙來的。你有給他騙的？他說我去參加做菜，你來幫我。哦，那這樣算是沒有騙太多啦。對呀。好，先不給表姐好了。好。哦。佩岑姐，你好。你這個唐公你係公發料呢？是啊，我們全部分給騙了。你沒佩岑，你要給我這個故事都在形容版。佢打電話講，我嚟駐推了，睇一個來聊聊，睇一個都好啊。我這個隨口說，我來做助手誒，結果撩斷呢，後背講我該愛電視錄影的。沒有被騙啦，心甘情願來。其實佩岑姐啦，今日希望提過了只節目吼，推廣一下你哋嘅雙連里，然後本當到嘅婆婆媽媽所哋喊出來。對。可是講雙連里懂站對哎，好多人在關華據點服務哦。沒錯啊。對啊，你的帶動得很好哎。哇，哎，又到慢佛。哎，這個有點危險。很怕它焦，所以我把表面先煎。我待會就先切片，切片再煎，就不會有失誤，也不會時間會來不上。因為我們待會還有蝦子，所以時間要掌握。哦，東台仔還哈講誒。對。那白蝦。白蝦好，沒錯哈。啊，你結婚有被里長騙嗎？絕對有，絕對有。最大的騙局。怎麼騙呢？來，莫名其妙就被騙了。因為出了就哈講，等一下有走雙拼字嘛。對。它有哪一種？等一下這些要怎麼做？就是蔥蒜是要炒鹹豬肉的。哦，姐姐你要顧這邊哦。有我火關了，保溫了。然後蝦子等一下用炸的，然後再弄檸檬蝦。我們檸檬蝦。啊，蒜苗嘞？蒜苗然後蔥蝦炒誒。好。來，我來切。好。
等一下，你要 U 我吼，这个日天会撬动是怎么种？生意哦，生哦。哇，你看个 U， 刚刚有够呀，给蛮年卤的嘛。有啊，佩晨姐入围啊。佩晨姐入围哦，真劲哦，还是佩晨的老公？他我记录的唔係記老公，啊，姐姐你站那么远是怕刀子吗？不是的，还是怕佩晨？我怕被整，哦，佩晨，所以我们要所以要拿刀子闪远一点。贴猴子还有怎么？对，我炒啊，我炒啊，那你这个有限狗 U 吗？等一下又烧哎，喽，对呀，我吃本土啊。要调够分哦。你要人柠檬都忙要當而家在下講嘅香做吧，下講嘅應該千條杯吧。我们现在还有多久时间？你还有可以做得完的，不是这样。好，等一下给我都转来哦。好，好，哦，那片会好了。好香哦。啲小米當酒，那酒嘞。应该没蒜苗是吗？而且不要忘记我们的灵魂我有蒜，青葱我有呀。蒜佢有千條杯標，哦，这个小真的。米讓我出來。哎，阿姐，你做了葱 U 的时间，每天呛葱，然後油给它烧热，然后冲落去。不是妹妹，哎呦佢慢慢的標。嘿，哦，真啊，的。佢做一樣冇聽，佢做一係類似客家式的青葱醬，哦，香味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方法咩冇同樣。哇，这个有重点，香了啦。哇，哦，要跟人家手工的哦。对，这手工的。嗯，你会给台些某朋友像布拉姨，要现在买的蜜奇木啊，行不？哇，行不？我故意去买，去那边买的。那个叫特地，不是你故意去买。專工姐姐魚啦你好，可愛呢。酸，有揉水嘛，会揉一些水嘛，会啊会啊，厲害而哈！且你火太小了，没有火气。按油黐口油嘛，忙啦，好黐啦來哈。先走通，常是會加一點雞湯。給來唔出匙啊，那用雞很多湯肉啦哈。这个才是真正的哈嘎蜜奇末。亚当在真正用速攻了之外，有第后生的嘛？你看海龙师傅立刻吃光光了。當然會甩鍋呢。这不是很简哎单吗？呦，你看，等一下甩出去了。不要拍到這個，不好意思，我拿掉。拿掉，拿掉。給來唔出匙啊，那用雞很多湯肉啦哈。人家不它就小蓋哦。有啊，有哦，七笋哦，是肉雞還是蛋雞啊？土雞哦，蛋雞也有，我要蜜奇末，雪玲姐一看就底后生的吧？嗯，要短的手呀。工跟機器的冇平庸哈。冇中央，该拍攝冇拌车啊，用听听的刷刷的刷的。這個聲音，等一下，胡椒盐一定要够哦。我讓他們再燜一下，好像太乾了，會尬掉嘛？該我告诉你有水啊，水唔得。因為我調豆水未，我調。伊啊唔會調豆水。佢本身水都唔得。哦，等一下，要加胡椒粉嗎？要要啊這個精華哦，唔哈。染色啊。哦，但最貴你個加。我讓他燜一下，好好好，我貴俾點下。等一下，我先問一下淑慧姐，是你大概有多帶嗎？沒有，就這樣。因為這個很靈魂呢，這樣亮我那會下豆掉怎麼用？沒關係，這個出來了，酸菜油啊魚，肉係要幾條啊？還有那個啊，好好好。我就等一下自己一天為了吃一下米頭，嗯我看他們也做得還不錯，嗯，所以我們不能夠輕易掉以輕心哦，對哈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好好，哇，冻醬呢？好了吗漂？亮哦！来来来這個，是半桌菜哎，哇，哎，拌你這個豆哎蒜苗我要吃，真的嗎？嗯，你看，我覺得應該很好吃。也挺，該記得你要片是撇豆嘞。香啊，想試試了。嗯，而且你剛剛講13香，我覺得不止。沒有那麼多啦，哦，不能騙人。其實兩不會推啊，都會蛋白質啊。你是不是都用蛋白質騙自己？蛋白質也不能攝取過量。大部分。哎，這邊的蒜頭等一下會做嗎？我要用蝦子的。哦，這個是有一些泰國式的料理嗎？泰式料理這樣。這個哦應該不算吧？蝦檸檬蝦，哦，檸檬蝦是啊，這個有，其實這個主要還是它客家菜，對，客家菜。那你
嫁给客家人那么久，最好生那一嘴客家料理嘞，最喜欢哪一道客家料理？炒大肠吧。来，最中意的客家永吃超大肠。哦，扮演。客家扮演。而且是不是很应该？你的婆婆啊，都会扮家呐。哎，top。其实啊，很可能老公做了之后，现在换老婆做，会被牙布卡给婆婆一定很好，有口皆碑，对不对，梅花姐？当然会甩锅呢。会啊，这不是很简单吗？你看。等一下甩出去了。不要拍到这个，不好意思，我拿掉。拿掉。不好意思，没有狮子。够了，太熟了。太熟了。对，太熟了，太老了。熟在那里了。有温度。那个葱蒜会。哦，我给你漏的。对。因为有余温呐。所以你们现在纯掉摆盘吗？没有，我们虾还没好。雷梦水可以多凉哈。对。那这个。是虾子太干了。哇，这个虾子有开背。开背呢？对，有。这个有那个。对，切细细的就好了。加红素嘛，对不对？随便乱放哦。甲壳素啦。哎，是虾红素还是甲壳？慢一点，应该都有一点。都有。甲壳素。哎，这样子甲壳素包含跟摸海没黑啊。哎，我们姐姐真的是随便照感觉哦。对。我跟你讲，我随便煮到你吃就很好吃。对，不用太认真。这就是你厉害的地方哎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看起来就很好吃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臭地里长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厉害。这什么厉害？你现在做胡椒虾吗？对，我们胡椒跟柠檬啊，我在比较摆柠檬，因为我不敢煮太酸，有的人不敢吃。它这个是用那种粗粒的。对啊，粗的黑胡椒颗粒。哎，再甩2次，这样就有颜色啊！好，好了，不要了。你这样会不会太豪迈了一点？不会。好，那我们去倒数喽。好。天草马上来都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吃看啦！最杯面馆也系幸福礼，系吗？送连礼，送连礼，也得个料理，哪个里面做会较占到呢？好了，最杯面馆都带一个竞品礼，系吗？竞品礼吗？送连礼啦！哦呀，那个竞品礼，都是有竞品礼喺用的。送连礼的里面，做出料理的用饭呢，现在吃这个凤嘴啊，个炒米奇馍，好吗？最主要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客家米奇馍。亚当在真正用速攻来做哎，有几好吃的地方？你看海龙师傅，立刻吃光光了。好的，冰女后生真的很好吃。这个最主要是淑慧姐家的料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家妹妹爱你粥吗？有时候会。有想妹妹，淑慧姐今天给自己打几分？98。98，剩下2分是给里长一点面子嘛，对不对？你龙沙取到几多？做得得到几多分？95。哇，魏聪会保守哦。不会。我们的会99。哇！不过你还要看一下李总聊天，伊家讲吼99分料理，结果你是看。因为两套料理哦，虽然含住牛啦哈讲是重叠，莫爱国人哦，好现款该蒜苗其实也是一个真功夫。大概都有标到，这也是配韭菜哦。对。可是呢，刚才我们淑慧姐讲的最好，你刚才第一句话讲什么？跟里长一样辣。如果说有生菜，吃起来就不会暗下。唔会，我吃到是杜好，因为两头只有搞是冇咸哦，完全冇梅，所以我觉得那个香气，但想含住牛嗰种香料香气，还有黑胡椒，还有柠檬，非常的澎湃。到底哪一组违章呢？叫到看哦。金钟流，先来抢自由师傅，上好势哈，抢本分数。Yes！ 队长太激动了。好，等下他就最末一票抢看决定阿姐。耶！完了，双连礼要少2个黎明了。来，师傅要买评分呢？咱主要呢，我要分凤吹，因为第一个香葱米丝又出来，个米丝莫炒的 Q 度係度好的，超 Q。香菇也就白的米丝有度好的，所以当到度好呢，我就度好不小心就本记的。哦，这么会讲话。就按度好。按度好。鸦片呢，冇乜太缺点啦，只有一个想法的呢。你既然按到柠檬虾，
可是讲真经的啊，无说到柠檬的米丝。哦，柠檬虾其实当然就渣渣的，胡椒盐酸酸的。各位，请喝杯柠檬汁再挤豆蛋糕，这样子就很浓的柠檬的米丝耶。好，来谈看一下谢玲阿姐。我日本风水的原因是，佢有炒出嘅米气木，佢用的料的各样的层次感拢有出来哦。不过佢可惜的一点是，佢中间到米气木用落去的。佢米气木唔有按只用，会先到个皮头，用加一丝丝的水，哈，吸下香到的米气木倒落去会很难好。你咱嘴那个咸猪肉炒家炒到整个也一香。以后可惜我认味啦，因为咸猪肉係要洗過，洗過可能就冇按鹹嘛，別個酸的啊，因為冇洗過易鹹喎。按用人下講確實佢師傅講誒，不過安尼搭配起來是當賭博啦。好，就安尼，謝謝。什麼兩位師傅嘅指頭咯，不過不管哦，那主題呢，都係送連理嘅好福氣啦，嗬，裡面呢好食材全部。好嘅料理老人全部都要嚟好，不過比賽成績出來嘅，馬上出來頒獎咯！好恭喜！你送連理有福氣由李總來帶水哦，帶水來本太市家鄉下來參加比賽，成績已經出來，風吹得到3分，藍吹得到1分，恭喜風吹得到3000元的加彩金！恭喜恭喜！他來玩遊戲真的玩到獎金了。係啊，其實你下最好嘅結果啦，就是解下吼風水嘅李總是點少個，我等下獎金會平分呢。沒有啦。所以你看，咱是200得到啱好嘅禮物，係嘛嘅呢？先來送這個是手持料理機。是嗎？料理嘅全部，還有2個也是呢，唔是看過，這個是月牙的。這個是龍陵的雙刀組，哇，這個有像龍膽石斑哦，有，恭喜恭喜，有槍。嗱，冇看呢，係熟比之後第一擺，雖然講啊，扮怪扮偏咯，有特別嘅比賽，但佢唔係當用心呢，當公走去幸福嘅特別買米奇莫，用要大頭命。算去做得點的哦，你要不要參加？愛心對老太太講一下。什麼？你只節目本來咧都有機會來咧參加比賽，雖然本人半偏擺怪過來，都知道一歡喜。嘿，過來啊，挑人老公啊。可是很緊張哎。因為老公在就不會緊張，緊張的時候牽他的手啊，對不對？好不好？好，過來哦。好。很資深，謝謝。好，今天我們的阿滿雞哈，我其實在默默觀察，他應該是我們當中廚藝最好的。跟美華姐他們兩個是講廚藝最好，因為給他鬥功當厲害。阿滿姐，這次來參加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謝謝李長給我們，雖然他沒有先講清楚，可是讓我們有這個機會來參加這個節目，也是很高興。有高興哦，有，下次要再來哦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恭喜，謝謝，大家辛苦了，謝謝。但是我其實看得出來，佩岑姐是非常用心的進軍2家力。對，如果講實話，他們還有可能就真的不來了，因為會緊張啊。可是你看，透過阿勇嘅奉學到正家人生的經驗，有什麼感想嗎？感謝這個節目，讓我們有機會。我也沒講哈，只會說這樣子而已。謝謝。好啦，恭喜。哦，每芳阿姐有嘛感想呢？當歡喜今年來參加呢個節目，認識太子家，係。體育擺上客家的甜食，對不對？係體育擺，很特別的經驗啊！特別的，真的要謝謝佩岑姐。謝謝。恭喜恭喜！好，感謝送連理哈，李總帶水帶大家了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。就漢一版呢，歡迎大家用這種報名方式。對，李總呢，就帶點然後。講又蠻好食好料哦。對，遊戲規則唔是講都聽清楚。每個時間講獎金。冇喺發嘅就會水唔落高，所以呢，非常全台灣高鐵哦。各個地方睇下 Q 下做水 ，Q 下來都有特別嘅，有最好嘅畢業咯。不然上天師以外，未做得落學習料理。坦白希望吼，未做得繞牆送連理嘅男子帥氣代表，你阿羅講啊，對，強下來參加比賽哦。
伊家是做等你看下来啊，特别报名分享人地方嘅好美食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，讲来了。